唔係講笑啊！如果係對比起別墅嚟講，我更加中意呢種複式大宅。產權證2700尺，加埋頂樓嘅露台，實際用嘅面積可以去到3800尺。一入門口就係6米幾高嘅挑空客廳，嗰種豁然開朗嘅感覺，真係俾好多別墅都震撼。企喺度，你會覺得唔係間屋容納你，而係你擁有成個空間。成間屋嘅裝修啊，專登喺香港揾咗個設計師操刀，使咗200幾個黃金豪裝，由物料到燈光都滲透出高級感。一樓有2間房，其中呢間係大套房，向外面嘅視野啱啱好越過咗前排嘅別墅區，採光同通透感都好好。2樓係3樓嘅格局，重點睇呢間主人房，尺度真係頂啊！夾咗個衣帽間之後，擺低張大床，仲有咁大嘅空間，而且喺側面啊，可以直接通去客廳上面嘅隔室。我建議你可以改造一個陽光書房，一杯咖啡，一本書，小資情調咪自己走出嚟咯。喺呢度望落去啊，仲係個挑空嘅客廳，呢個重心感，你真係要親身體驗一下。2樓仲有一間 K 歌房，週末約埋3、5知己唱翻幾首，乜嘢煩惱都跟住旋律飄走晒路。最後上到3樓啊，有個過千尺嘅超大露台，種花種菜，夏夜燒烤，吹住晚風，飲翻杯，呢種生活你心喐未？講完間屋啊，再講下配套。講到惠州，你係咪淨係識得惠陽同大亞灣？其實你可能忽略咗一個真正嘅寶藏——惠城。好多人以為惠城好遠啊，其實大錯特錯。依家香港西九龍有高鐵直達惠州北站，最快49分鐘就到啦，仲快過去惠陽。唔單止咁啊，惠城作為惠州嘅市中心，商業、教育、醫療全部都係最成熟、最齊全嘅。咁問題嚟啦，大亞灣、惠陽、惠城3地，你會點揀？最後總結啦，2700尺嘅產權，3800尺嘅實用，客廳6米嘅天空，5房雙廳連露台啊，再加200個嘅豪裝，呢度唔係別墅，但比別墅更懂得生活，亦都更有品味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